金太医，怎么样了？你刚才说德妃是中毒所致。回皇上话，是慢性中毒，毒药是一点一点进入娘娘体内的。今日娘娘跳舞动作激烈了一些，似乎加剧了毒性，所以才导致娘娘突然昏厥的。可有解药？目前还不清楚是何毒所致，但臣一定尽力而为。不是尽力，是必须。德妃一旦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朕唯你是问。这……说，你是何人？受什么人指使，竟敢行刺本将军？也是天地会的，杀你为报仇。天地会的，哼！给我抓起来！捉！哎，奶奶的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！大人，哎呦，原来是敖大人，属下来迟，罪该万死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启禀大人，属下是骁骑营管带，今日带士兵到此进行骑射训练，听到厮杀便赶过来，没想到，请敖大人恕罪。留下几个人清查现场，其余的护送本王入宫。这。没想到这鳌拜的命还真挺大。若不是碰到骁骑营的人，他早就是刀下跪了。我们的人已经杀死了鳌拜身边的10个卫士，只差1步就……唉，可惜啊，还是功败垂成了。这次让鳌拜侥幸逃脱，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再对他下手了。王爷放心，我们在暗处，鳌拜绝想不到此事是我们所为，我们以后还有机会。除了逃脱的2人，你确定剩下的5个人全都死了吗？不错，没留一个活口，而且都是以天地会的身份出现的。鳌拜断断不会想到我们头上来。希望鳌拜会上当啊！小婉，你喝一口好吗？啊，小婉，来喝一口，喝一口。小婉，来。醒了，姐姐，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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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醒了。姐姐，小婉，小婉，姐姐，金太医怎么回事啊？快点过来，给他把把脉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儿子给皇后娘请安。老臣在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德妃怎么样？她还在昏迷中。金太医，德妃之所以突然昏厥，是否因为中了毒？回太后娘娘的话，的确如此。德妃娘娘中毒不浅，臣已配了解药，只要德妃娘娘能喝进去，就会好转。什么人这么大胆，竟敢在皇宫内做出如此勾当？让哀家查出来，一定不会轻饶了他。皇娘，皇娘息怒，这件事情儿子一定会彻查。但眼下，还是先医治德妃的身体要紧。金太医，你查出德妃娘娘中的是什么毒了吗？
恕臣无能。仅从德妃娘娘的身体状况看，尚无法判断中的什么毒。如果查验一下德妃娘娘所用的食物用品，也许能找出毒物来源。皇上，皇上，奴才有大事禀报。什么事？敖大人在去丰台大营的路上遇刺了。鳌拜遇刺了，他人现在怎么样？敖大人没事，但是情况万分凶险。敖大人身边的12名精锐侍卫死了10个人，幸好骁骑营的人经过救下了敖大人。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？在御书房，等着向皇上禀报此事呢。你去叫鳌拜到重翠宫来吧。皇上，后宫重地，与礼制不合吧？为了德妃，还管什么礼制？朕不能离开他。你去吧。这。怎么又是天地会？行刺的人自称是天地会的，目前朝廷局势复杂，会不会有人假托天地会，也未可知啊。那这件事情你禀报太后了吗？臣不敢隐瞒，臣已经禀报了太后娘娘。太后怎么说？太后娘娘说，除了后宫之事，以后此类事宜皆由皇上圣裁，太后娘娘不再过问了。太后果真是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太后娘娘这样做，臣深感欣慰啊。好，太好了。鳌拜，臣在。今天你们议政大臣例行进宫议事，大家定会热议你遇刺之事。一会儿你跟你的同僚们说起时，你就认定是天地会所为。哦，对了，你必须要指责一下朕，就说皇上太过轻视天地会了。这臣不敢。怕什么呀？这是朕让你说的，朕又不会怪你。再说了，这是旨意，明白吗？臣明白了，臣遵旨。是啊，这事确实有些蹊跷。哎呀，各位大人，天地会又开始活动了，居然公开行刺我们敖大人，各位一定要警惕，警惕呀！真是太猖狂了，连满蒙第一勇士、京城9门提督他们都敢动手，真是不知死活呀！天地会这次行刺可以说是做了精心的准备。7名杀手，个个武功高强，他们身上所配的刀剑都涂有毒药，可以说是见血封喉啊！嘿，要不是本将军命大，今天就不可能跟诸位王爷在一起喝茶议事喽。喝茶议事？而且啊，皇上对天地会是太宽容了，这才让他们愈发的壮大，以致成为我们大清最大的敌人。哎，皇上啊，实在是太糊涂了。不错，对于天地会，岂止是宽容，要照我说，简直就是纵容。我说季度啊，你不要太激动。天地会的危害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皇上就算原来对天地会有些纵容，但其贼首陈近南已死，只剩些乌合之众，
所以，这件事就不要多议了吧。太后娘娘，金太医说，德妃娘娘的情况能治好的希望，怕是只有1、2分了。1、2分的希望？不会吧？奴才说的句句是实话，这还是昨天奴才问他时，他的回答呢。金太医还说，如果这2天娘娘还醒不过来，恐怕就要准备后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什么？金太医，你让朕有个心理准备。你说德妃，她会……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皇上，今天给德妃娘娘喂进去的1点药又全吐了。德妃娘娘不能进药，更不能进食，毒性未减，且还在发作中啊！德妃娘娘肯定是挨不了多长时间了。皇上守着德妃娘娘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了，臣担心呐，皇上的龙体顶不住啊！臣叩请皇上，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，请皇上回西暖阁休息一下吧。皇上，皇上，这里有金太医，有奴才，有扣扣，不会有事的。皇上，快回去休息一下吧。你们不用再劝朕了。在德妃没有醒来之前，朕是绝对不会离开她半步的。你们都起来吧。皇上，皇上啊！金太医，朕现在命你马上再去验一遍德妃之前用过的所有东西，一定要给朕找出毒药的来源。臣领旨。去吧。小婉，你快醒醒好吗？朕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你笑了，没有听到你叫皇公子了。就
现在好希望你能醒过来，给朕跳跳舞，给朕唱唱曲。小婉，朕知道你一定能听到朕的呼唤，赶紧醒过来，好吗？万岁爷，太后娘娘来了。儿子给皇额娘请安。奴婢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皇后娘，您看看他吧。额娘答应你，一定会把凶手找出来。但你也要答应额娘，回西暖阁去休息一下。你看你现在多憔悴，额娘看着都心疼。皇额娘，现在小婉这个样子，您说我能离开她吗？额娘知道你心疼，额娘心里跟你一样。可你贵为天子，不可以只考虑单单一个德妃，而是大清的江山和万千子民。妹妹坐，多谢皇后娘娘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果真呢？你知道那钟粹宫的情形吗？听说德妃已经昏迷了好些天，怕是不行了。妹妹倒是也听到了一些消息，说这个德妃是慢性中毒，毒性已入脏腑，已是滴水不进，甚至连药都喝不进了。本宫一直在琢磨这事儿。你说这德妃是被人害的呢，还是吃了用了什么才中的毒？若是这宫里的东西有毒，那也不可能只有她一个人中毒。妹妹倒是觉得，她被人下毒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妹妹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觉得80%啊，她是被人下了毒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下毒之人的手段真是高明，连金太医都束手无策，就连怎么下的毒，都查不出来。是啊，
这个人不光手段高明，而且还胆大包天。皇额娘都已经接纳德妃了，他却执迷不悟。这要是查出来，一准是死罪。妹妹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莫非你知道这下毒之人是谁了？哎呀，姐姐，妹妹哪里知道？妹妹只是瞎猜而已。那你就猜猜看，是谁有这么狠的心，下这么毒的手啊？姐姐，这我哪敢瞎猜啊！再说了，恐怕这下毒之人，他早已经做好断尾求生的准备了。断尾求生啊，好词儿啊！姐姐平日里只觉得妹妹十分的伶俐乖巧，没想到妹妹还有这样的心计。这也是多亏了姐姐的点拨呀。后宫如此险恶，妹妹不得不逼着自己多用点心。是啊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这德妃真的走了，不管是何人下的毒，我们后宫都会恢复往日的平静，咱们也不必再为了她而争得头破血流。因此说来，也不见得是件坏事。姐姐说的有道理。平心而论，这德妃呢，她是个好人，她都快要死了，还不准我们去看她。妹妹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。人各有命，怪只怪这德妃没有这样的福分。皇娘放心，儿子不会置大清江山和黎民百姓于不顾的。只要小婉还有一口气，儿子就不会离开她。儿子要时时刻刻守在她身边。姑姑，就让皇上守着德妃吧。看眼下这个情形，皇上肯定是不会休息的。太后娘娘，万岁爷跟德妃娘娘的感情如此之深，奴才真是感动万分呐。奴才也恳请太后娘娘，还是让万岁爷多陪一陪德妃娘娘吧。那好吧，额娘就不再劝你了，但你要答应额娘，一定要按时进膳、喝水和休息。额娘听说，自从德妃昏迷之后，你已经几天粒米未进，这怎么行呢？你若不肯答应，额娘便也学你，也不用膳了。儿子答应皇额娘，儿子这就进膳，好吗？那奴才赶紧吩咐御膳房备膳。启禀皇上，这是制衣局给德妃娘娘赶制的衣服，做好了，刚刚送来。该死的奴才，胆在这时候进来，把衣服给我，说去。这。那起，钟粹宫到底怎么样了？姐姐，如今这董小宛命在旦夕，想必姐姐一定很高兴吧？唉，说来也奇怪，本来本宫应该是很高兴才对，可事到临头，本宫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姐姐这是怎么了？前段日子，本宫跟德妃接触的比较频繁，本宫发现这个董小宛识大体、懂礼节，有不少地方让本宫十分钦佩。有时候甚至都会忘了她是个汉女，即便想了起来，也不会觉得她可怕可恨。
相反，倒还觉得他十分的可爱。妹妹真是没想到姐姐会这么说。那妹妹也跟姐姐说几句实话。其实妹妹现在也不记恨她了。你说这董小宛想她一个汉女，只因被皇上喜欢，被带进皇宫，便受我等这般奚落。可她不但不记恨，还强颜欢笑，与我等周旋。单凭这一点，便实属难得呀。可不是嘛？想想我们之前对她所做的事情，未免有些太过分了。就算我们再怎么样，也没有想过要置她于死地呀。也不知道这次的凶手是谁，竟然如此狠毒。事情不是明摆着吗？凶手不是皇贵妃灵珠，便是皇后多娜。妹妹倒是想过是皇贵妃，但没想过皇后。本宫之所以会怀疑皇后，是因为那个蝴蝶案，本宫可以断定是皇后干的无疑。当然，这次毒害德妃，皇贵妃的嫌疑更大一些。不管是皇贵妃还是皇后，胆子也太大了。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吗？他们哪想得了以后啊，只顾着眼前了。你看着吧，这次皇上必会一查到底，而皇额娘恐怕也不会放弃追查的。只要董小宛死了，凶手就必须要以命偿命，除非他将这案子做得天衣无缝，可以瞒天过海。那岂不就是说，这次皇贵妃和皇后必定有一个人要掉脑袋了？哼，没错，你我就等着好好看戏吧。哼，他们两个人当中，不管是皇贵妃还是皇后，有一个人倒台，本宫都要大笑3天。妹妹同姐姐一道笑。娘娘，王爷知道您可能承受不了，所以再三嘱咐过，您一定要冷静啊，娘娘。冷静？你让本宫如何冷静？本宫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封后。可是你现在却告诉本宫说此生都没有希望了。本宫如何冷静？你叫本宫如何冷静啊？可是娘娘，事已至此，咱们还能怎么样呢？若娘娘再因此有个什么闪失，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把柄，娘娘可是得不偿失啊！还请娘娘三思。娘娘，您的伤心，奴婢能理解。可眼下德妃未除，皇上他们也一直在找下毒之人，您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呀，娘娘。起来，谢娘娘。这件事情，让他们如何惊喜，也查不到你我头上。董小宛一旦死了，他的随身用品都要按规矩随葬。只要他一下葬，我们干的这件事情就死无对证了。娘娘，奴婢是担心，万一董小宛没死成，或者在入葬前被人识破了下毒的法子，董小宛一定得死，必须得死。只要有本宫在，本宫就一定不会让他活着。
醒过来吧，你都很久没有跟朕说过话了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这是制衣局给德妃娘娘赶制的衣服，做好了刚刚送来。Coco， 你过来。皇上，闻一下，你姐姐穿的这件衣服有没有特别的味道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。你多吸几口气，好好闻闻。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哎，金太医，皇贵妃娘娘，你如此神色匆忙，难道是德妃那边出了什么事吗？回皇贵妃娘娘的话，卑职正要去钟粹宫，督员可能找到了。还不快去！啊，走。臣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们看看，朕刚才已经找到了德妃中毒的原因。皇上，难道您是说，这衣服？对。Coco， 你再去拿几件德妃穿过的衣服，让金太医检查到底有没有毒。是。贤妃娘娘到！姐姐，你这么着急叫我来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赶紧帮我去趟制衣局，告诉拿奇立即出宫。姐姐，可是拿奇如果不按规定擅自出宫，是会被怀疑的。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宁可被人怀疑，也不能冒更大的风险。冒更大的风险？姐姐，你说的话我怎么越发听不懂呢？你就赶紧去吧，回来我再跟你解释。哦，等等。啊，让拿奇转告简亲王4个字：破釜沉舟。破釜沉舟，这是简亲王会明白的。时间紧迫，你快去。好。
皇上，皇上，怎么样了？皇上圣明，内衣上果然有毒。德妃娘娘的好多件内衣都被人精心用毒药浸泡过。金太医，既然找到了下毒的来源，那德妃就有救了。是啊，臣已换了药，德妃娘娘饿了没吐啊。臣可以担保，德妃娘娘很快就可以好起来。好，金太医，这么说，娘娘很快就可以痊愈了。是皇上，这真是太让人欣喜若狂了。是，简直太让人欣喜若狂了。万岁爷，那奴才赶紧把这喜讯禀报给太后娘娘吧。好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朕命你马上把制衣局的拿奇抓起来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审出到底是谁在幕后主使拿奇下的毒。英格尔遵旨。皇上，都已经换过了。小婉，朕来看你了。小婉，小婉，皇上，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都快把扣扣吓死了！扣扣，你知道朕有多担心你吗？姐姐，我已经让纳奇出宫了。好。坐吧，谢姐姐。对了，姐姐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让纳奇出宫呢？因为他们已经查到毒源了。啊！我也是偶然听说的。这样一来，董小婉毒医沁身的秘密自然就被识破了。身为制衣局的女官，纳奇一定是第一个被抓。纳奇一旦被抓，难保他不会供出些什么。这毒源这么快就被找到了，也不知道那董小婉到底是死是活，是不是因为怕乱，所以封锁了消息啊？董小婉是什么人？值得死了还密不发丧吗？她哪有那资格？啊，是，姐姐你别生气了，妹妹只是因为一时紧张，所以胡想瞎想了。但是这毒源被找到了，他们要是查起来，我又去过制衣局，会不会被看见呀？如果他们发现纳奇不见了，那岂不是更糟糕？这个你放心，皇妃们为了衣服的事情都会去制衣局找纳奇商量，本宫也去过好多次，就连董小婉自己也去过好几次。倘若他们问起你，你就说是为衣服的款式去找纳奇商量，你是皇妃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。哦，主子，主子，皇上的侍卫统领朝制衣局的方向去了。是。好快的动作，这样看来，那董小婉还没有死。姐姐，你真是神机妙算，幸好你当机立断让纳奇走了，要是晚了一步，那就全完了。夸奖就不必了，妹妹还是先回去吧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咱们还是少见面为好。